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一粒星。 是无上生命，为着要予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大。 别说啦，你是安怎啦？你是安怎？你安尼直直哭，你著讲我妈妈听啊！我无啊！妈，到来明仔要离开，我是要安怎啊？别说啦，你嘛唔通安尼去那想，人伊是要来找人的，啊人找无一定爱搁去别位找啊。 啊，无你是要叫人安怎啦？我唔管啦！妈，我无后壁无安尼人离开，你甲留落来好无？我无想领人离开啦，妈。好，安尼妈妈问你，我无领！你答应我好无？后壁无安尼人留落来好无？妈，答应我好无？好。 安尼，你甲妈妈讲，你是毋是真介意哭人？别说啦！外孙啊，你紧来一个啦！别说啦！别说嘿！别说！这查囡仔，命真可怜。阿婆，我是毋是会当对你有一个无你的要求？我拜托你，搁多一个月好无？只要你若会当留落来，无论你有啥物要求，我拢会答应你。你讲的话哦，我是知影意思啦。也毋过我吼答应人元宵进前，就要将人带转去交手了。也毋过等日子已经直直逼来啊，我家己嘛毋知要想，毋知要安怎才好诶。阿弥陀，我拜托你，只要你来当大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就准我活到自私，会当互阮别说人过较快乐。那呢，这就是我一生中上大的运气啦。好啦好啦，要无我转来甲伊讲看卖咧吼。那你就拜托你。别说，妈，看到的人，我走是。妈，别说，查某囡仔人也唔惊人笑，目睭八金就苦辣的要甜，苦辣的要甜。来，你老实甲妈妈讲，你是毋是真介意苦辣的？妈，你哪会甲问啦？你老实甲妈妈讲，是毋是真是咧介意啊？我是感觉讲，我最爱看到伊的人啊！啊，我毋是遐困的时阵，当去做面梦，啊，拢去梦到伊哦。那安尼好，即摆敢若有一个办法，会当甲苦辣的留来，就是恁两个结婚。结婚？妈，
是毋是？我甲伊结婚，我就用迄条来甲考虑到底。是啊。妈，我安尼敢会去互笑？这哪有啥物通要笑？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结婚是好事啊！来，你好好啊休困，妈妈来去发热。3工内我要着装4万块予伊啦，我是要安怎较好？也毋过，卡主讲我若是装无4万块予伊，我相信吼，伊一定是袂放我煞啦。我是要安怎较好？到底啥物代志？永春啊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参详啊。要参详啥？啊，咱朋友斗阵遐尼久啊，就参详啊？莫讲参详啦，只要我应生做会到的所在啊，绝对无问题啦。你安怎你讲啊？我知。你是毋真甲伊白煞？你歹势讲要叫伊做咩啦？对无？毋是啦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啦。这毋是意思，你免甲我骗人啦。我知啦，自从阿พี่无应过的人来遮吼，出现一个苦人，看你啊，逐工安尼失神失神。毋是啦。好啊，莫点仔毋是啊！我看你哦，根本就无是个咱主人大丈夫啦。算起来吼，咱嘛是同一个庄仔来大汉的啦。这件代志包在我的身上，我来替你完成。你等我的好消息。你要做啦？找苦人啊！啊，你找苦人要怎？阿公啊，这件代志哦，藏在我心肝头已经藏真久啊。既然你即马讲出来吼，我就来去找伊啦。虽然这个苦了做人袂歹。要不过伊嘛袂用踮咧庄内抢走你的爱人啊，对无？我来找伊算账。杨春啊，杨春啊！你叫苦力的，甲白煞结婚？是啦，你嘛知影，阮白煞人吼，搁有也无几年啊。顺亲啊，白煞敢知影这件代志？这我有甲问啦，伊嘛是讲吼，伊真介意苦力的。哎呦，安尼敢好？我知影讲吼，叫苦力的找阮白煞人，对苦力的是足无公平。也毋过恁放心，阮吼绝对袂亏待苦力的。阮厝吼，虽然毋是足有钱，苦力若是甲白煞人结婚吼，我一定会互伊转去台湾足有面子的啦。佮再讲吼。苦力的甲白煞人若是结婚了后，阮的财产等于就是苦力的个啊。也毋过苦力的是我甲带来大陆的啊，伊即马到大陆甲人结婚，即马转去我要安怎甲因老爸讲就好？是啊，佮再讲，苦力伫台湾嘛已经有女朋友啊，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啥？苦力的伫台湾有女朋友啊？就算讲有女朋友嘛无要紧。照医生所讲，阮白煞人搁食也无几年啊。我答应你，苦力若是甲白煞人结婚，等2、3年了后，我会互苦力的转去台湾，甲伊的女朋友结婚。安尼敢好？我知影吼，这桩代志敢若你才有法度甲阮发生。你无，我拜托你，顺亲啊，我唔通安尼啦，那么做哪呢？你有苦力的哦，甲我白煞人结婚，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。哎呦，起来再讲，起来再讲啦！你若无答应我，我就无爱起来。好啦，我答应你，安尼毋就好咯。来，紧起来，紧起来。阿你无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
件代志啦。哎呦，我唔知要安怎才好咧。过来，你啥来变嘞？过来呀，过来！啊，古仔问你讲安怎，你袂爱照实讲啊，紧讲啊！对啊，谁甲你拍？谁甲你拍？迎春啊啦！迎春啊，迎春啊，甲你拍！这是迎春啊，甲你拍。好，一个句哦，要找算账。免去啊！哪会免去？我看哦，一定哦，可能哦，对人安怎样哦？迎春啊，唔知人甲拍。不过啊，我嘛唔知我为着什么代志啦。啊，迎春啊吼，到底嘛为着什么？哦，甲我拍到这么严重，我嘛唔知影。奇怪，这哪有可能？迎春啊会甲你拍？过来呀，一个句我问你，迎春啊哦，是毋是有甲你讲啥？啊？讲啊！哎呦，今日甲我讲，叫我以后茫带庄仔来学袂久交查囡仔啦。啊若无，讲要我口破的哦。是啥个呀？叫你莫黑白交查某囡仔。阿姑啊，哎呦，我第个句啊，摇了就无唔对哦。苦辣的哦，就是爱白雪啦。啊，食到白雪哦，安尼传出传入，啊，旁边这人看了哦，目看车，啊，唔只会甲苦辣的拍。哦，别记住，歹势。哇，水啦！第二句啊，啊，哪有可能啦？我哪有可能讲会做处理阮代志啦？袂啦，没。我爱白雪无啦。阿妹无，你讲，你讲，讲边啊？哎呦，啊过来！啊，当你来大家规面全沙龙拍摄，啊，那我真叫谁啦？过来呀！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啥安尼啦？真的啦，阿妹无啊，煞唔知影吼，苦辣的吼，啊讲去第二句啊，莫佫讲落去啊，拜托个，拜托个。哦，这莫讲，要有美国这佫较要紧的代志哦。啊是什么代志？啊，就拄则洪主说啊，一直甲妈拜托，讲叫妈一定爱甲你讲，叫你无论安怎，一定要答应这件代志啊。答应？啊是要答应什么啦？都答应甲白雪结婚啦。啊！哦，阿伯伯啊，你是讲对唔对啦？对啊，无唔对啦，这是洪主说啊，头拄一直甲妈拜托这件代志，你一定要答应啊。无可能啦，春兰啦，阿伯伯啊，我免啊使做出款代志啦，我苦辣的哟，伊快了咧，我绝对袂免咧做的啦。哪个？我嘛是有甲讲过啊，也毋过伊直直叫我讲，一定要来甲你拜托才会用呢。无啊，就是为着这件代志，苦辣才去用修理。啥？可能安尼，就是去王修理哦，就是去学恁潘多讲什么，用出来修理哦。是啊，啊，伊现在哪甲你拍？无啦，毋是英春啊甲我拍的啦，啊，着英春啊甲我讲吼，好，伊迄刘德华识的哟，啊，我甲伊识一个总编的啦。好啦，免歹势啦，免假啦。今仔日哦，你若毋是为着安尼乌白讲欺骗查某囡仔的感情哦，迄英春啊一个看了受气，唔只会甲你修理。第二句啊，等你是你讲什么啦？安怎？嘿哦，我无欺骗白雪的感情啦。无？哎，恁大家都知影，白雪的身体哦也无甲偌好滴啊。哎，是恁大家吼叫我爱甲伊照顾呀，对无？对啦，我是知影啦。可能的，啊，你讲真是甲白雪拢无感情？感情？阿伯伯啊，等你拜托个卖咧啦，你袂了解我苦辣的哟，人我苦辣的心肝内哦，今日阮心肝就出了一个尔啦。好啊，莫来这套。第二句啊，互你袂话者。若一个水查某囡仔遐尼水伫你面头前哦，你还阁会想到日春啊？莫退笑的啦！第二句啊，我相信你袂到。第二句啊，爱相信我啦，爱相信啦。哎，这阿伯啊，我恁大家吼一定要相信我讲的话啦。我会使救抓啦，会使救抓啦，拜托个啦，相信我一个啦。可来，我相信你所讲的话，你绝对袂变心的。可能的，啊，安尼你今晚要拍算安怎？拍算？嗯，原来变拍算啦。
我都甲恁讲过啊，我心肝内哦，行路日村啊一个赢啦。佮再讲哦，我嘛袂用来遮结婚的啊，对无？尤其哦，绝对袂用甲白雪结婚的。哦，哎呀！阿几个啊？啊，苦力的有答应无？真实的啦，苦力的无答应的。无答应。来，先生啊，我才是甲你讲啦，苦力伫阮故乡的时阵吼，有一个真好女朋友叫李春啊啦。李春啊？是啊，因两个自细汉斗阵大汉，两个感情足好的啊。啊，你即摆叫伊娶白雪，我想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。公主啊，想遐真歹势啦。其实嘛，毋免歹势。毋免歹势。我看吼，苦力的吼，无论安怎都爱娶阮白雪的啦。啊，若无吼，阮白雪的这世人吼，会去互笑死啦。这是安怎讲啊？啊，就吼，阮遮有一个风俗啦，啊，袂出嫁的查某囡仔吼，若去互查甫囡仔揽过也是抱过吼，都一定爱嫁伊啦。哎呦，咱着妖艳啊嘿！啊，苦力的是为了要救白雪呢，看伊规身躯澹里咯，毋则全咧甲抱转来。啊，看遐澹无抱，也无想要叫伊将甲拖转来的是哦。话吼，虽然是安尼讲无毋对啦，啊，迄着阮遮的风俗啦，啊，袂出嫁的查某囡仔吼，啊去互查甫囡仔揽过吼，就一定爱嫁迄个查甫囡仔啦。讲较简单的啦，苦力的吼一定都爱娶阮白雪啦，啊若无吼，阮白雪啦，这世人无人敢甲娶啦。那着食啦咯。孙奶奶，哎呦，拄我讲的，迄敢是真实的？当然嘛是真实的啊。也毋过我想，这可能是较早的古早风俗啦。啊，即什么时代，这种风俗早就应该要废除啊啦。迄公主啊哦，看毋看呢？足着急的哦。妈，你放心啦，迄是种迷信尔啦。什么咧迷信？迄是风俗呢？苦力的，这啥我看你爱留等大陆甲白雪结婚啊？啊！我老到这甲人结婚咯。是啊，啊，咱这就是咧风俗啊！你无听讲人个是自早的传统就留落来呢，这毋是人间会发明的了。啊，你这啥人毋娶白雪？白雪我看这世人哦嫁袂出去啊啦。天孙啊，你真是安尼哦？嘿啊，听讲迄白雪大可怜的呢，即摆倒吼着迄个绝情了。而且哦，迄苦力在共抱过，但伊遮拢吼互抱过吼，以后就嫁袂出去啊！安尼是要安怎就好啦。阿伯伯哈，紧甲我讨想一个办法啦！拜托恁大家甲我想一个办法啦无？敢讲我咧做好心救伊，啊我人互伊笑，人互伊欢喜，安尼我也毋对哟。拜托个啦，阿伯伯，你救我一个，甲我想一个办法，紧的啦。苦力的，我看这哦天意。啊？啊无你嘛，我想一个办法。天意啦，无安怎？出来啦，紧。嘛毋知要安怎。天意。安尼你知无？你甲恁老爸讲3工内挑清楚4万块，甲我传落好势，啊若无了。呀！我一定要想办法再行钱。春兰啊，啊你真是着当着新美人，啊哪会无爱较早甲我讲咧？啊，即摆讲毋是共款。啊新美人有甲你讲单位伫倒位无？无啊，伊也无甲讲岗位伫倒位啊。伊讲叫咱好好照顾白雪啦，啊以后吼，伊才要甲咱讲啊。叫你好好啊照顾白雪，谁话伊哪会叫咱照顾白雪？我嘛毋知影啊，伊可能真同情白雪的立场，所以伊才安尼讲啊。唉。
梁生啊！不成啊！梁生啊！梁生！我快抓惨的，我叫出来甲看卖。哦，你著较小心了，较小心。梁生啊！梁生啊！那能发抓惨啦？我看嘛唔知影哩，会听咧。啊，你起来看嘛。梁嫂，头家，我经过你厨房，看见炒偷摕你的物件，我一甲发伊就走去啊。啊，啊，你起来看嘛。我叫你看嘛，来看嘛。抓惨喽！抓惨喽！抓惨喽！ 我咧强强咧我撩着，踢掉石头。别算，别算。看啦，别算。看啦，是发生什么代志是？啊，外口你看掠贼，你有听无？掠贼？无啊，我无听到呢。你有听到？哦，拄则咧贼哦，按你的门口才走过去啊，有走去无？